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4月2号，我们要分享的是苦难中的呼求。我们要读士师记6章1到10节。苦难中的呼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以色列人无法抵抗，就求告上主。士师记6章6节。2001年，一部由杜国威导演、张艾嘉主演的电影《地久天长》，在讲述了谭太太的儿子小富是一位天生的血友病患者，身上一旦有伤口便会流血不止，因此需要长期来注射血凝素。这个小富呢，他很聪明、英俊又善良。谭太太好不容易小心翼翼来保护、照顾他长大，然而祸不单行，医院的一批血凝素遭到了艾滋病毒的感染，而小富不幸成了被感染者。经历如此漫长和叠加的致命打击，使小富对上帝产生信仰危机，以及对生命的绝望。而且到最后，小富还是难逃艾滋病毒侵害，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一如小富在影片中对上帝所发出的这个疑问：为什么是我？在人生境遇的苦难当中，这也许是许多人心里的疑问：为什么是我？正如临床心理学博士谢敏娜所说，人很无奈，自己无法选择是否要生在世上，而痛苦临到也往往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因此，在无法去除的痛苦当中，人忍不住会问：我为何要受这些的苦呢？特别是与苦难有着相关接触的人，每个人我想都会期望能够得着答案。面对米甸人对以色列人长达7年的掳掠，以色列人无法抵抗，导致他们在生活当中极其穷乏。以色列人就呼求上帝。我们看到在前一章西西拉及迦南人的溃败，彰显了上帝的作为，也振奋了以色列人的信心。但是我们又看到那个罪的刑罚，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又退回到变了质的宗教信仰生活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上帝有管教的手来兴起一个米甸人为首的新欺压者，使以色列人他们心中畏惧，所以他们的生活就陷入穷困。或许百姓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们今日会遭遇到这样的困境？刚撒种，或者是要收成的作物，敌人就来抢夺掳掠。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碰到这些的难处呢？或许他们并没有敏锐到，是因为他们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他们去拜偶像的缘故。这一次，上帝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手里，这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压迫。
以色列人被迫离开家园，所以他们要到路途危险的山上，以色列人就躲在山洞里或山上安全的地方。那么米甸人主要是掠夺他们的农作物，就是在经济方面他们要抢夺。每当以色列人撒种之后，米甸、亚玛力和东边的人都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那地的农作物，直到迦萨，没有给以色列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他们努力来生产或者是说养殖，但是呢，最后都会功亏一篑，一无所有。过去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了，遇到苦难，他们向上帝呼求，上帝就马上立即来回应了。但是这一次上帝的回应与过去稍有不同，这表示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警告更为严厉。上帝差派一位先知到他们那里，做了什么？责备他们，告诉他们说，使他们回想上帝大能的手如何把他们的祖先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并赐下迦南地给他们作为地业。然而呢，他们的行为和所蒙的恩并不相称。这里先知就是在提醒他们，为何遭受如此的欺压和贫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敬拜偶像所带来的后果。上帝透过先知的信息，要让百姓知道自己的罪，如此他们才能够真心悔改。所以这里也暗示着6到7节的呼求不代表真实的悔改，有悔，但是没有改。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宣告过程当中说，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明，但你们却不听从我的话。上帝差派士师拯救他们脱离欺压之前，差派先知来告诉他们，你们要知罪。刚才已经讲了，因为百姓只是懊悔，却没有悔改的行动。弟兄姐妹，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在提醒我们，我们所经历的困境是迈向成熟基督徒生命的正常过程，还是卡住了呢？一再重复的失败模式，表示我们没有真正的成长，没有真正的悔改。如果你不断落入在这样的一个灵性的陷阱网罗，而你的失败频率没有逐渐减少，那么你可能只是懊悔而非悔改。盼望借着先知的提醒，帮助我们不会一直停留在罪的懊悔中向上帝呼求，而是能够真实的悔改。我们来默想，当以色列人向上帝呼求的时候，上帝为何不立刻拯救他们，而是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上帝用他的话语提醒我们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人的上帝，现在我们所受的痛苦和穷乏，是不是我们要回转来归向你，离开这样的一个惩罚？每当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我们就立刻回到过去的恶习。
我们为此向你悔改，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你的话语，重新经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生活，离弃罪恶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